人家几多人希望嘅唔会上去起一派头嘅，系希望都市田园，还会顾到环保同菜地器材。古所电都会希望去重新发现传统建筑有一好位，提醒咗我们富冈村内无负担农村生活产业发展协会，比错到爱传统嘅泥砖屋，再个本大家看到。本单上爱屯中都嘅一条牛嘅阿牛妹来起一间山房，里面批注模上，大家都改做阿牛妹嘅牛栏呢。今年3月嘅起始，因为要为社区老宅来教我们国社会学生嘅用菜地嘅材料来做泥砖呢。5月15日，新庄社区大学同菜地乡亲共下来结泥砖屋。6月的大家欢欢喜喜嘅本阿牛妹入新屋嘅，共下来看下一只过程。那今天做泥砖的目的是让各位平常有没有踩在田里面？有没有玩过泥巴？有玩过泥巴，有玩过泥巴的举手。差不多一半哦，5、6年级反而比较少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哈，大家在玩泥巴的活动里面，知道说我们的泥砖是怎么做出来的。那这个泥砖呢，在5月份。我们会把它做成一间牛住的房子。来，把鞋子脱下来，把裤管卷起来。我们国小嘅學生嘅老海馬脱下來，入皮膚腳同三秋，我哋聽入目標用嘅課程。82歲嘅劉冠珍老師傅，架掉水稻泥坑、攪皮夾，為帶領學生嘅來認識，頭擺嘅人係用嘅打泥磚。頭擺學生先，梗係農業啊，農業時代做，大概泥磚咧嗬，是牛欄啊。我是頭擺學生是看人做，我是會做啊，你睇個係啊，咩講嘅睇問題嘅啊。準備好，你那個網內啦，那個摸杆啦，個撈農行也做得啦。啊，普通一般是摸撈農行啦，是杆子做得啦。我去泥磚屋，我用到杆、龍紅、泥，做成就係菜地隨處見有嘅材料，做地講係輕環保嘅料件做，合起來，寒天小暖熱天涼。好亮哦，好亮哦！該唔係啲嘢都唔會曬過嘅啦，呢一個又風我來是會過嘅，哦，聽見講過啲喎㗎，都話那就是好麼容易過嘅啦，好亮是吧？這個泥磚哈是為了第一個要發揚一下我們老人家的智慧，那再來我們為了延續這個泥磚的生命，我們是希望在5月份。好，我們利用我們現在做的泥磚呢，幫我們家的遠緣，就是我們家的水牛，做一個家，好，這是我們的目的。好，希望這個做泥磚呢，能慢慢的在我們峨眉鄉推廣的越多越好。好，我覺得，農村就是要有農村的，一個地景啊。好，那什麼是農村的地景？當然不是鋼筋水泥啊，那泥磚，我們把它設定為我們農村要做的地景。來，可以進來踩的就進來踩了。來，輕輕的哦，注意哦，憲哥跟爺爺在那邊哦，我們就慢慢的丟，來動手啊，天女散花。有啲位學生嘅聽數樓都好嘅管，並到較高嘅泥種度。那我一片嘅同學係頭一擺打插腳下去扔，為樓管同龍紅扔夾來。現在唔希望看到傳統嘅東西滅撇，無負擔農村生活產業發展協會同菜地嘅峨眉國小來結合，共下來體驗年輕人係用嘅工業嚟。其實感覺做泥磚是也蠻環保的，以後可以再多做一些，讓自己有一些感覺啊。就是一些做泥磚的方法，還有讓我更熟悉泥土啊，這樣。很好玩啊！這樣好。感覺它很軟，踩下去的時候很好玩。學到以後房屋可以用這一種。
比建筑物好。那一种的东西啊，哈，希望延续下去，本社屋啊，哈，未地讲哦，那一种人慢慢做，哈，20年后、30年后，我哋掠到人，掠一批人个性睇咧，掠到社屋啊，哈，汉地讲那一种慢慢做，冇乜嘅东西是实穿睇，到最尾哈是出中度非议庭啊，哈，我知道安样系唔错嘅事情，做下去养草啊，哈，本身是会捞掠到东西哈，攞嘅东西哈，带过来。到本社屋啊，哈，慢慢延续下一样炒。才把这个模子拿起来，然后把空模子再放下去，再另外来去做填补。老居民同學生嘅向下完成嘅之中，導入準條度好，老記仲識貼抹片，木嘅剝下來就嘅一地嘅內準呢。唔過韓國標價嘅人嘢，電機早電機硬正用得，故所謂係一件內準貨愛動叫。哎，来，创造我会爱。店内介工业研究5月的電視基金研發嘅，仲會拄好有來嘅大馬青年，係新北市新中山其他好嘅朋友來做志工，會同村民團結嚟進貨，先為老大結起來。其實個哈，因為街拜嘅人啊，全部去河壩尋亂石啊，哈，一隻尋過以後啊，將來結啦，哈，因為咧哈，年冇安嘅時間啦，哈，是太太只些下骨啊，是用cái防磨奶哈來先貼起來，有木平掉啊哈，當嗰張貼奶磚啊，因為哈，你下背冇一隻下骨啊哈，佢落太水來啊哈，落太水來以後啊哈，佢奶磚沾到啊哈，佢帶棉貼啦，個規件服是網貼啦，所以講下背一定貼一層下骨。大項嘅生頭結合嘅按道嘅後生之歌，有人係咧奶樽，有人係拿棍、龍紅、銅奶、膠嘅紙奶來抹，還會隨時注意當啲奶樽留會碰愛圓。其實會通風啦，嚇，因為冇通風啊，嚇，冇通風啊，會尿啊都地部會跳血。你話奶樽啊，都開始黏咗㗎嚇。佢會開始讓太細索啦，太細索啊嗬，開始不一定碰啊嗬，不照相。當然奶磚啊轉去結架嗬，去交叉啦，你看交叉，交叉嗬，用佢嘅粘着度比較好，好，因為咧碰啊嗬，碰嗰啲片啊嗬，佢有支撐力，好，有長的，好長的這樣做的，才2度而已。我買哪個？khi này chuẩn vô ôi tổ công, liền vô tăng tục cây cháy thiên nhiên theo tổ mi chỉ cả dấu ấy.先打好一地嘅棍片，再過拿來重複打，按嚟按用埋，起起來就加動舒適。棍片係安尼透過人用最多係曬谷，曬谷網有水意出來些嘅話哈，棍片從那加谷，按不了收谷收起來嘅話哈，那嚟從哪嘅話谷收起來啊哈。按威廉啊，谷袋，按威廉，一片按威廉去。按不頭炸谷降滷水、降落水啊，全部用管片去炸。做了牛腩啊，哈，是1條牛用的，唔係5條牛用啦。好，所以講，做好啊，哈，本圓圓啊，哈，又叫木卡，本上係圓圓啊，哈，佢講佢有姜汁啊，口眼大，哈，講佢會姜汁啊，我哋是按上嚟做了牛腩的啦。問題佢大多冇汁啊，嚇，係你個奶磚是做落去的啊，跟牛腩是做落去，不會有一件鑊好大樣啦，哈。個按上啊，你好以後啊，哈，加2-3個禮拜啊，哈，將來老營業成鑊啦。就是覺得說，這些島的東西其實他們就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，其實就是有一些累積，他們的經驗的累積，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泥磚屋的出現。我覺得這樣木料感覺哇，還蠻實在的，就是原來它是可以這樣子做的。就是可以不用像是我們現在蓋房子說要真的靠專業的技師來做，就是自己當地的人就可以來蓋他們自己想要的房子。
属于永仁村永仁户参加嘅职工就喊卡集群土地，細細爺爺總嘅認真去內進步，加動腦熱，大家看好熱腳，我哋慶祝硬肉梅熱火。永仁下台時調起來做經驗，永仁同小朋友共下腦辦嘅嘢，永仁係摘掃把來撇下，再個調得象徵吉祥嘅八仙菜，大家為到硬肉梅熱火，全體總統節。做到蠻吉祥。平常時我是全好寫詩啊，哦，你下去了只劉順展先生啊，叫讓我藝術史還點解會好寫咁嘅東西啊？所以下去要講，你看演員的阿牛妹啊，上海葉幸福啊，成地派咧嗬，掛得咧好好看啊。我跳白煙哦，葉幸福哦，會寫對聯啊。還是講吼，牛下是下冇解回啦，啊，還是用了我派做一隻對本大家人歡喜，甲做經驗嘅事情啊，咁啦，就係向外來寫咁啦。甜嘅地位，鹹嘅油。啊，代表乜嘅意思？它可是甜嗎？是團圓啊，是甜嗎？還有意思啊，還有乜啊？一般嚟講吼，就入新婦嘅時陣，要木下掃掃啊吼。要過年要記得嘛，聽下記得過年嘅時，就先就放起來，要掃掃乜嘅，掃天來哦，不吉利的東西掃出去哦，好嘅東西掃入來。掃法代表意義是安。該擺吼戲建物啊吼，迄唔簡單嘅啊，吼，當到呢啲總頭啊吼，戲物啊吼，該上下轉啊吼，開轉嘅長途啊吼，該路途啊是差不多3-4公里啊，吼，該一擔一擔啊開落去啊，吼，戲建物啊吼，起來吼，該一天都唔太緊要啲嘅，吼，呢下吼無共樣嘅戲物啊吼，唔是彎講啊，該擺戲物吼全部係彎講，吼，做體以後吼，講無個做好人係感謝人哋哦，吼，來留愛天數，吼，意思是咁樣啊，吼，根本人人慢慢可以經過當多年來天數，嚇，有咩希望講，佢做好以後入幸福㗎吼。大家有聽到少嘅，有來過嘅人嚇，有來過聽少嘅人嚇，全部做得來向下嚇來呢入幸福呢一件事情嚇，向下來共襄盛舉啦。我本身白哈，對啊，還記得嗎？不過，今日係新嘅業績。劉先生為了小嘅條牛啊，基本上那種牛也幸福啊，也就朋友也就全部來看下愛小朋友啊，希望保護佢平安啊。準備好在時蔬果韓國花野豆，認為主人劉先生啲硬肉梅一屋人熱，特別嚟到總係杜康嘅北宮下拜北宮。認證北宮是老幾天數，老唔見聽嚟嘅硬肉梅潛進來。硬肉啊，看來第3日是冇台，都係當叫當嘅，即就去滿北宮。北宮講特別偏殺嚇，嗰了滿佢講特別啊，潛咪進來。嗰個天嘅是人是看到硬肉啊，特別部位豐富潮汕嘅北宮廟順頭人潛進來啊。叫咩嚟搭車北宮？今日一度是參加戲內進步嘅朋友都來聽鬧熱，自跑回大道嗶哩吧啦，大家聽到見答數，劉先生見得硬肉梅入幸福。第二項嘅硬肉梅用雷蒙族尖綠綠嘅粒粒準，啲嘅色草色到sausau滾，可以嚟就唱機動滿足，大家同佢戲嘅野草新牛欄。所以講，大家慢慢，大家都變得一系列一種大家社區一點自發性的一些設計、一些活動，連貫性的。所以講，大家其實是從一啲進行用，吼，大家係從一隻三葉好，一隻理念嘛好，一隻觀念嘛好，是一步一步來，好像一啲教學用一步一步來。本大
係味道一個簡單嘅目的，沙琪結合嘅移動人嘅力量，花嘅鹹鹹嘅為市場熱，呢個等以上嘅內臟牛腩，牛腩細芒細，是喺蜈蚣村天天嘅行出，自家沙琪鹽醋也條路嘅去腳點。